希望中秋麦当好就是感受月圆人团圆的气氛，由青果西施严家营所发起，亿万创专率先响应支持的公益行动，希望邀请各社团做伙加入小亭满豆有农的行列，而且这款文旦一克啊10斤，定价600块，只要民众买一克啊，就捐一克啊，予台南在地弱势。记者会中，包括成功、展望赛主会、世界华人工商妇女器官协会大台南分会，以及百业邀请国际交流发展协会等社团，伫第3天就募集380箱，而且现场亿万创专个人嘛领捐10克啊，加上也有知名素食大米甲知人才地印，共款买一件捐一件。大家同心发挥爱心，目标就是要让750个弱势感受社会温情。因为我们听到说，这个我们挺幼农哈，然后买1箱还可以捐1箱，这值回票价，也是安尼，咱就还得也了本哈。但是讲不要紧哈，只要能够借这个疫情的冲击，然后让更多的家庭哈能够感受到中秋月圆团圆的那种温暖的情谊就好了。那也感谢社会局哈，就是希望能够我们把这个捐给社会局，由社会局再把这个带给所有的弱势家庭。其实社会上有很多的地方是需要我们出一己之力，其实集合大家的小爱汇集成大爱是最棒的。那在这一次真的非常感谢哦，在我们300地湾区的狮子会啊，有成功狮子会、展望狮子会、友联狮子会，等等很多的狮子会的协助会长啊，这些会长他们都会订购，然后送给我们的狮友。那更感谢我们的一些女性社团，像世界华人工商妇女协会我们的苏会长，那他也因为知道这样的疫情的关系，那就说好，那就立马上订100盒。那这个感受在心里，真的很感动，真的可以看到处处有温情。会中社区相当的感动，表示收到这份充满爱甲分享的中秋礼物，打算送到二小据点等对象的手中。谢谢踊跃捐书的各位在这边要呼吁大家，就是可以一起携手来做服务。那对于这个750箱，如果社会局收到750箱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内部也讨论过了，我们会把它送到我们这个儿少据点。那儿少据点的小朋友都是有一些单亲或者比较弱势的小孩子，那他们在据点里面学习，就是他课后没有地方去，在里面学习，那让他们可以把这个礼盒带回去，那相信对于他们的家里来讲，会是一个非常大的温暖。虽然这款行动会当讲是订愈多，发起人就了愈多，不过大家拢真阿萨利讲，就是要小停做爱心，欢迎踊跃订购，专线0907528627。台南新闻管制何乔邦采访报道。